不是不是是，鱼头鱼头一枝花。最后让杨头两个人，真的是千年难得，今朝白相大世界。等到大世界里向走来，是邀请门，还有位夫人来寻过你，真白。但是不要去管理。现在辰光崔海棠心情非常轻松，也是难得之难得。我说美王啊，爸爸高兴不高兴？当然高兴。今儿啊，爸爸教你一段戏怎么样？讨厌西天吃噶，今朝跟我唱戏子啊，搿当然还乖。好啊，那教什么戏呢？今儿爸爸教你一段小生戏。啊，小生戏。罗成教官。罗成教官。将来啊，有空的时候，你要唱给妈妈听，她一定会觉得很高兴，很喜欢的。真的呀，每白听这分动，为啥唱罗成教官，娘会得非常开心。别去管理，要改总归也好改。每白啊，去的那经家好用。留下来搭娘旁头的辰光，随时也看不到罗成教官。现在哪晓得讲？好的，爸爸，那您教我呗。侬聪明得极，少天现在讲起来步子也没个啊！啥一开口马上就跟上来，门坏了，门坏了啊！对，杨侬两家头随让搿种气氛里向，一个字三一天。陆湘也有消息，没消息，那么哪能办呢？没啥办法，再拿回50块洋钿，包车里向去一趟。那么杨侬两高头眼睛接着看啊，搿个男真啊，搿个门稍微响点，搿个人像傻子一样啪，腰筋蹦出去，悄悄然一个篱笆擦也过去了。陆湘义蓦然因心修复，哪能办？所以等人心急要等人心急，搿个辰光崔海棠登江来着。假使现在辰光回转乡下说话，万一陆湘义来在，谁推办搿个纪念天？而且现在假使打算囡恩回转去，那江下来就没可能再出来着。所以等人虽然讲等江头在，但是老让该大个财房里向2块洋钿一日天，崔海棠实在不舍得。后来里辣外头短子整整一日天不里寻上一堂茶花，现在叫云南南路，搿个辰光叫八里桥路，老个辰光叫八里桥路。搿个地方有一个财房叫华人客栈，便宜个，爷侬2个人住进去，一日天是1块2角，3等于8万。那么该大个财房回头，临走个辰光，崔海棠现场该大个现在说起来也是33级个负责人，搭里打招呼，定要紧，万一有个女个，一位夫人来寻你个说话，那就搭里讲，你已经调到搿堂上下去着，规则定当。那么崔海棠爷侬现在说起来动迁到外面去个着，人家是真快，一晃嚓。也是半个人过去，根本就没消息。那么哪能办？崔海棠伤心事啊，真是为心急火燎啊！但是崔海棠不是笨人，你也信，你哪能信？那要是财务没信息，也不是这样讲。因为辣乡下头辰光，上有课就讲过，所以陆湘义旁头的一个兄弟，辣上海滩浪向做搿种辽足生意。
还是数一数二的大老板。对，所以从搿个一条路浪向让我去寻寻看，所以搿川海堂又看见搿种稍微大点的立足点摆进去。当天搿个行当里向有个大老板，姓陆叫陆水文，也有3个人。搿日天看见一家人家关关不开开的门面，搿家人家大得不得了，想上去搿个老板极大，川海堂摆进去了，一高去全部侪是拳台，铁当中围一只拳台，当中立下一位老先生，不要说的，搿位老先生殿堂间里向本事再大，川海堂十往里面前过去，笑嘻嘻，十分恭敬，请问老先生，我要当天一个人，侬读搿一个行当，姓陆叫陆水分的老板，该戴阿谀。搿位老先生戴一副老光眼镜，看见人来，随从搿个老光眼镜夹缝里看的，对川海堂面孔一看嘛，头摇摇。说那个位先生，你要寻个人，我得从来分听见说过，前面还有几家大人家，你往门前再去寻寻看。川海堂嘴都没笑，身体哈啦的要走，忙着外头出去，不晓得那个只脚刚刚打出去，各位老先生举对跟出来，跟到外头，对川海堂的背影是横看是看，是看个横看，看到最后一身伤退，难受。那个位先生寻个陆水文，搿个大老板，睡了浪3层头小时间里向，就是我个东家。陆水文是那个活名，学生时辰光是那个活名。后来做起生意，成为大老板，不做生意才把先生搭起个名字叫陆玉华。所以辣让商家里向评价，只晓得陆玉华，而不晓得陆水文，我晓得。那么老先生，你啥地方你发达里讲呢？我哪敢讲？你看搿个人张面孔，哎呀，把人2条刀把一张眼睛，吓得不要说得过后头浪向来过。这大理讲，哪是你个老板肯定把你身上动地弄脱啊！啊是，你是忠心耿耿，不晓得你是一片忠心，你还得川海堂搿只脚啪跨出去，往搿一个方面过去，那就叫南辕不出，再也寻不着了。整个辰光是快啊！川海堂夜头我心里想急，辰光是快过去了2个多，搿个2个多月还发生了一些变化。啥个变化？有一场战争啊，蛮有名气，中原大战，打得一天世界，难民侪辣往上海方向过来。川海堂蛮尴尬，同地啊，1日12月1日，终于搿一天，啪，门打开。啥天？老板来回答，防范同地乃签字1个礼拜，假使你交不出个数话，是啊，我们呢发兵呢，你自家再不上火再去寻房间吧。那么川海堂水把打到台里去，缓缓大捷，囊土空空，川海堂把实地个跌出去寻1个人，此人非亲非旧。神经，现在说起来神经，让10多年门前帮过里一个小叫个忙，此人叫金龙神。神经加不离10块洋钿。哎呀，啥去寻找搿一个人？搿个人还是昌西大浪向，不晓得寻找搿一个人。搿人看么川海堂，你现在变得啥种样子？还是要帮你忙，你还了不起？各位，你10块洋钿来，我还你10块。这老古话说得不错，锦上添花，比比皆是。雪中送炭，寥寥无几。川海堂办一不断的会，那么难hand背。所以说，一个角儿，再能有名气的角儿，也不要说你面孔歪脱。一个文人到搿一个辰光，来流落上海，搿种境遇，搿种心情。不能说，川海堂最后辰光，10上头里耳朵关闭，只听见讲吹，讲吹，讲吹。其实川海堂打难不搭讲，
不是从小吃搿口饭，所以听见搿个锣鼓架声特别的亲热。搿会儿搿个团就拔过去看了，一看嘛，哎呀，锣鼓一堂上火，大舞台，啥人辣上唱？打南发达高，让我看嘛，啥人唱？一看梅兰芳，触景生情。啥体？梅兰芳自家行当差方勿多，年纪也差方勿多，可是当初辰光大家名气差勿多啊。但是想不到今朝两个人摆了一道天差地别。哎，就是听见搿个锣鼓架声，触动了崔海棠的心弦。实干吧，我崔海棠没啥个本事。为是让我再去唱戏，虽然我这面孔灰透着，但是我这喉咙还可以，所以让我以唱戏来善良的小兄弟，来让上海养活囡恩登上路相依。所以崔海棠心里想十分苦，十分酸。为啥？唱戏。那是要与人亲，那是有面子，那就觉着一个戏子，那有一份自尊，有一份尊荣。那今朝自家对生意上门，搿个介绍，搿人都不晓得。搿个行当里向有一句闲话叫大门子，崔海棠内想，曾经10个有名气的角儿，那今朝关照里大门子，搿个心里向几乎弄个受苦。当听门信，要从后门进来，总算不离寻常，后门锁进来了。一路追一路看，崔海棠只觉着眼睛们的搿个情景熟悉啊！伊10几年门前嘛，自家日脚过搿种生活。你看呢？有种人在浪向船浪烫衣裳烫行头，有个浪标嗓子，有个辣浪练功。哼！我面孔灰脱以后呀。我曾经发过吹，崔海棠搿个一生一世搿只家，再不会打进去过。想不到今朝做三人在，唉，不过为何？总算我还有搿点本事，还能够靠自家养活自家，养活囡恩。顶顶一句哦，那后台要来寻生活嘛，谁也寻过事体的人。一路辣浪看嘛，哎，搿面有一个辣浪练功啊，相识乱成先生，您好。哦，这位先生别客气，你有什么事呢？哦，我来问个信。你来问信？是啊，什么事？请问哪一位？是管事儿。先生，你是要找管事的，是不是？是。方才就在这儿，我来给你找啊。方才就在这儿，我瞧好像在那边，我瞧见了，就在那边呢。哎，老张有人找你。有个人也红盖，你想寻人啊还唱的呀？谢谢你。该当管理性工厂长，这个头有点憨，这个叫憨。今朝搿张面孔蛮僵，啥体昨日夜里向麻将输得金灯光台台里通光最两个样的，所以啥面孔不大活络。听见有人喊么啥人呢？啥人喊我？啥人喊我？听喊了哪里姓张哟？张先生。啥人不要客气。哎呦呦，哪能这面孔哪能介怕人啊？这面孔哪能吓认得了啊？张先生。哪能有啥事体啊？哦，我想请您帮个忙。我晓得了，出馒头了，从年头开始是出馒头出到现在得了。那，我一上2块银呢，弄得去。哎呀妈，我有点臭眉头了，我面孔上小个太动的呀！本事大啊！你那侬讨东西，我从后台进来的了啊！您误会了，我不是来要钱。侬不是来讨东西的？是。侬不是讨东西，根本我自家买花生米吃了。哪有啥事体？哦，这样的。我从前是唱戏的。侬从前唱戏的，哇，鸡巴关我啥事体？真的是。哎，搿人3个吃个生米饭哦。啊，是啊。那如今呢？我还是想唱戏。侬现在还想唱戏啊？是。侬唱戏嘛，侬唱戏了，关我啥事体了？
是这样的。嗯。所以我想请您帮个忙。侬想唱戏？是。唱戏嘛，别人家侪要请了再唱戏。侬哪能自家斗生意？我到第一趟听见啊。是，咱们北方，这叫踏门子。叫打门子啊？对面个门子哪能打得牢了？就拍苍蝇没打门子嘛？好打门子哦。那么哪能呢？侬会唱点啥呢？我会唱拿手的。哎呦，拿手或者到看侬称为拿手好去啊！玉堂春。玉堂春，玉堂春里侬啥行当？青衣。侬搿个汉头一听啥么子？那个玩意面孔实际种样子，你会青衣啊？要西瓜盖到头巴上，你盖到头巴是梅兰芳。听见你青衣两个字出来，个头本来是喊关面，一哈搿个头砰喊到关面去个噻。哇啷想，来，有人要到梅兰芳边面这个一场景，听这个搿句话，川海堂个人本来还是小嘻嘻啊，哈了侪做兄弟忙着打，拼致命了老笨，结果奔得再快，但是搿个声音一直辣老耳朵旁边啊，川海堂啊。那个梦还醒着，你以为还是16年门前个崔海棠啊？你现在辣别人家眼睛里啥么事也不是啊？你还想靠哪个本事养活自家养活侬？你还想登陆相依？哼！你没搿个命，你没搿个本事，千步。伤心非不
一天妇女，只见那八月儿一夕雨细儿回，我坟地地父生，刹那之间我认为牛前啊，天定是此须把心你为呀唱什么戏份都不内归，你为呀配什么下一人再相为。一腔悲怆冷下身，心事似水非一回，但不是实下一楼去上。崔黑堂啊，你本不应该活得今朝。16年门前，你面孔灰脱搿一日天，你就应该死着，你就应该离开搿个世界。今朝谁非要谁搿种副作者？一西便当，在上海城上第日节，板子上经常看见有人跳黄浦江，伊没改断个。寻一人方向搿面，外推最过去了。爸爸，咦，啥个声音啊？囡啊！对于妹妹家把转来一看，哦，彩虹女，一个三姑娘，被一个中年男人偷子要忙进里向去，搿个三姑娘更哪介说不起。看见搿个一幕情景啊，崔海棠的脑子都是啪一清凉。牛金啊，16年，搿个16年，你活得今朝，你为啥？为囡。现在一死，囡哪办？为是囡要活下去啊！矿财，今朝上个日节排来排去排辣个西瓜边浪，再一看，哦，西瓜也是盘西瓜，地方不对着。搿个西瓜叫天山牡丹，头旁神烟翠。曾经啊，大家侪差不多。现在被人家过头吧，我呢？人家是特别要摆过一讲，我不能里摆过一讲，我只能到里向去求搿点生路。最黑道，16
寻一寻心，自家的情绪啊，硬劲要整理一整理，一步一步，望准后台让寻进来。崔海棠，虎口内后，搿2张纸部分人一大路进来，伊让人寻，要寻该搭个管理员，就看见了，看见搿面过来一个人，年纪轻了，马上去顶多25、26岁，中等身材，小有面孔，大眼睛，马上去的是中流之相。让我来慢慢看，就一进上来，拉拉里，这位先生，请留步。我向您打听一个人。打听啥呢？这儿管事的是哪一位？管事体的哪认得你啦？我不认识。两认得你？他肯定不认识我。嘿嘿嘿，我晓得，我不认得你嘛，你是不认得我啊？这么说起来，先生就是管事的。请问哎先生尊姓大名？哟，不够当，我真姓大名了，你个做你们哪配真姓大名呢？那，这个蓝虎俺看见过泥瓦郎中蓝虎，这上头有个是个三话，又是我姓王。原来是王先生。哟，别喊王先生，我一般来喊先生人，我会得难过个，会得痒个。你这个做你哪配喊先生？你呢喊我姓王王侪可以，侪可以。一听我哪这个玩意管没管事体的，应该实际俩这个小领导哪有点手续的呢啊？是这样的。小弟，请小弟。我呢想到这儿来，请您王先生给帮个忙。哎呀，那不是我小气啊！帮忙是我人良心海啥个呀？你苏州人才良心海啥个？那么特别想帮别人家忙的，那么我不方便，你不晓得，我上有老下有小，你还不是不善的呀？那么侬只有不善，这个善我只过个了。那么我身边不方便。先生，您搞错了，您搞错了。搞错他？那当起今朝我哪这个腔调哪出去把人家谁当的是啥个特动的，还说我不是要钱。你要说啥呢？我想到这儿来唱戏。怎么还唱戏噶？你唱戏啊？我以前我是唱戏的，后来我不唱了。哎呀，你还看见一道对报上人了？头陈年轻。你晓得么孩子哇？现在搿种军人侪不得来呀，通通侪里倒得来个呀，这个连大妈娘伊通通侪倒得来个。你说现在的唱戏都是这个样？样的呀，你真个那么。真的崔先生你是听不懂。过去辰光，一个军人出来唱戏，顶多带几个人，进死了啥个也没几个人。上个今朝个军人出来，乖10扛把仗，全部侪倒得来。那么这个闲话蛮清爽，也就什么空子先生。我给您对不起啊。不，对不起，麻烦。我对不起你，我一般帮你忙是了，对不起。谢。小么难为情，帮我分帮。现在当嘴巴里讲了让想，甚至心里想了让比较，一样两个管理员年纪是里轻，但是呢，听你讲闲话，搿张面孔虎颜悦色，随时没生意，没工作价值，你也过上蛮舒服些，还是？但是崔先生最知没几步路，你想着。记得我刚刚闲话，分全部讲光。我现在是穷途末路，我虽然讲几句闲话，我哪可以走呢？所以怕身体妖精围住来。先生留步。不是我们不生活交代，不你那有围住来，不生活呀。我知道。不来那。我还有个闺女，16岁了。侬16岁我都和你说老实话。你干。我今天要是再找不到事干的话，我和我的闺女只能活活的饿死在这上海滩。哎呀，你还没做你个，一死两个的了哇！你是不知道。要侬在我不是啊？我是。跟你讲，上海是涌动的地方呀！你呀，真的是，哎呦，我想这个大我出来是找一个人，我以为上海是弹丸之地，谁知找来找去找不到。你哪行得来上海地方？每种有时候一点。我的脾气，我还真不愿意求人，可是今日，你让我。你要再还来求我吧，人吧，不过你这个做你我。这个道理弄不懂，哪里一个眼里比我多起来着？我说先生，你别难过，你别难过，那是我的事情，你别难过。把这个出来了，我哭得眼里比你多少名堂呢？我也，
哦哟，对不起哦，我个人良心海啥个样？我怎么我听见这个，我心里想难过的嘞。先生，我的意思就是，哎，我也不一定唱戏，不一定唱戏随便什么事，只要有口饭吃吃就行，有口饭吃吃就行。没姐，你们不一定唱戏，有口饭吃吃。是的。你们从前你刚刚啥个唱戏了？我以前是唱戏。你会得唱啥个戏了？我是拿吹海棠会馆讲啥个肉堂唱了啥，侪不敢讲谁个。我是什么戏我都能合上两声。但是看戏没补，为么样样会灵么侪不灵个。哦，你三个随便啥个戏侪会改。对。咁么你唱戏么盯下陈玉人唱戏个生活，你搿生活哪来事呢？这个总归勉强过。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。我晓得你非讲出我你再讲我也要出眼力噻，是吧？我要帮你寻寻看啊。我本3部出来，你记事体个呀，一路翻着嘛。我帮你看看啊。丁海么与男孩子学生，嘿，哟，哪个朋友啊？不对，但是改。我忘记脱这个，真的忘记脱的。哦哟，那你有个30岁，乡下头个娘生慢病，那么到新来家里去，那么去着了，妻子么经常到新来噻。多个娘慢病越来越重噻，恢复转来嘞。回不来了。哎，不能来唱戏这个。那你的意思我懂，就是我顶他那个。来顶你，那么你翻回转来，你吃顶你啊，是吧？好的。我帮你们一直翻转来，一直顶下去，是个嘞。那么这个你翻客气，你们侪是这样想的。我顶的。好的。没有慢慢讲，不是你顶你哈个，我慢慢来。你刚刚讲杨会个是？是啊。搿个呢，居然不知你阿会个。什么？贴壁虫。阿会了。跳壁虫。一只面孔像唱不到会话呢啊！你不是讲杨会个嘛？贴壁虫。不是崔海棠唱啥几回艺术个戏？搿跳壁虫从来分听见是跳壁虫，倒是从来没听说过。哎，你也唱过戏的？唱。你别瞎说这种跳壁虫也不懂啊？伊搿个大将门前嘛，前棋子；牛山门前嘛，虎大胆搿种。你说的这叫跳壁虫？你才叫跳壁虫吧？咱北方那叫武行的。哎呀，什么武行嘛？这哔哩不啰嗦不停的跳壁虫。哎呀，崔海棠想搿个便当，搿个是基本功哎，三个台浪向摆一个悠长的脚已经。你说这个行，行的。对呀，来这么就这么两样子，叫跳壁虫行。名字两样其实我也看是吧？没哈，搿么要登记改。我先跟你讲一声，搿个么是贴嘛，今朝要来搞。你马上来订哦。当然。那么从7点钟到11点。这7点，那就是8。翻倍再率，用不着4个钟头。4小时。行。4个样的。是吗？你必须啊！我只有个点呀。上海人搿把刀蛮快哦，4个钟头只有4个样的。但是崔海棠转换一想，有一只4个样的，辣搿个裁缝里向3顿8饭，这里跑团。至于另外同地，再想办法。你想崔海棠已经到这个地步，行，好的，4毛钱行，好的。那么要登记搿个是规矩，你懂的是吧？姓啥介绍？我就，是不是？是啊。台湾人，你崔海棠，崔是帮穿出来，妖精拉到里。就什么呢？丑莲儿53。崔丽儿后3，日本人啊！你那5个都是那个名字啊？你来着的嘞！你这面孔难看是啦。那么叫崔丽儿后3，你是搞做光干着啦？你这个来着个，你非自个讲出来的，你让我闹他不对，我从来不得别个讲过，你这个来着个，是后3。那么石老罗大我是很近的，这个转右弯呢，那有个叫沪宁客栈的。沪宁客栈，一转弯就是吧？对，请讲，你今朝要来个你不来是要发币个那，你几号房间？13号房间。哎，那个人来着的来说个13号房间，叫来白吃我得你13出面头呀，一包不是包不怕不是包那同地拿得起，2块洋钿，辛苦哈。还没跳，怎么就能拿钱？你拿什么客气的呢？你分天了，你自个讲个呀，同地分拿出去当都农业老啥特子呀？我也客气了，个是我自个提出来的，不是来白帮。我看你作业，人家反正大家穷帮穷呀，那，谢谢，别客气啊。 2块洋钿，营养的，当然2块洋钿最后大家看见些2块洋钿啥细节？台里向为个米金龙生，为个10块洋钿，2块洋钿
当然是啊。但是阿晓得崔海棠搿2块洋钿现在辰光摆辣手心里向卡稳，因为搿个2块洋钿，那随着我崔海棠辣上海滩上的价值，我会值2块洋钿。谢谢。别大概，要来个，那份脑子动地去得去放我什么分来着？那么我要吃饭子。你放心，我一定来的，你放心。看得出来啊，来着的啊，再去吧。谢谢。崔海棠气都没响，回出去，从后门派出去，不头管理门上一股香味道，香得啦，甚至搿味道看过去添进2箱栗子，没是这个，你晓得这个。过去乃为1块洋钿买一包2箱栗子。再转过几家人家，水果摊上的鸭儿梨能得了，再乃为1块洋钿买2只鸭儿梨。再过去一家人家，食品店那是几两3叫个食品店，有一样么子，崔海棠让我巨在边浪向，一对几只圈子，再有乃为2块洋钿，哪里买下来啥个么子？那是一块巧克力。崔海棠乃蛮馋了个嘛。其实不是崔海棠自家也吃，搿个物事买拨囡恩吃，因为囡恩不看见娘，每日天面多之吃，还有啥看见搿点吃脚，娘里三这样一三，现在碰着搿点物事回转来嘛，美宝，听见嘛要摇住的哇，眼睛门打开，爸爸，来，总算回来了，快进来，多谢了，来，我拿着，爸爸，快坐吧，是，爸爸，喝水。爸爸，今儿出去怎么样啊？我急死了。怎么样？找到事儿了吗？崔海棠哪得难受？你也4块洋钿作为一只挑笔筒，假使我搭囡恩讲老实闲话，说我囡恩肯定上来要拉，囡恩几乎能够消受。所以，辣辣外头已经响叮当，连下来崔海棠拿碰着啥个事体，那就让你来他辣肚皮里向，好到囡恩里不动，偏里没捞得着。爸爸，今儿爸爸走运了。怎么了？爸爸不是出去找一个朋友啊？嘿呀，巧了，就在半路上遇到了这位朋友了。当场介绍了一份工作。做什么呢？又去唱戏去了。还唱青衣？这么丑的人怎么还唱青衣？那是跳什么？跳什么？跳什么？跳啊！呀，西花子跳别种跳，为人家帮跳出来呀。那是挑大梁的扫边老生。哇，挂几排？挂这个为啥挑别人会挂把子？挂2排。多少包银？每天4块多两。啊，对啊，4块啊！你穷呀要贴10要贴得来，一心让侬开心大的，都给你猜着了。太好了！4块大洋。在哪儿呢？很近，就在天桥舞台啊。转弯就是，今天晚上我跟你一起去。去海棠厅上不的？侬俩进来一去嘛，马上口水帮台了，摇了让台浪向做只跳别动啊！但是才能这样穿吧，到底那行要明着记住。